哦。啊，天气变化较大，爱小照顾的呢。是啊，对啊。哦，啊，连面热连面冷安尼。是啊，然后那边热噗噗，安尼面个冷起。对啊，我即礼拜若出去，阮迄落后壁吼，拢爱穿外套。有，阮嘛拢有啊，穿外套，嗯。我本来外套拢收起来，讲。平平起来啊，哦。平。啊，别看到人。可能都上线尔，还袂用好。哦，来了。Hello。来了。大家好无？好。你讲嘛？你讲。我讲。有啊。拄安尼无出现。还即摆小看啦。小看。啊，个念伊就开始去变凉啊。变凉啊。今仔日即时都84度，暗头仔60几度尔。这天气足奇怪。恁遐比阮遮较冷。哦，会啦一寡嘿。今暗时到63度咧。要紧安尼省迄个冷气的钱省偌济。对啊。后礼拜五较热。哦。嗯。所以恁个孙仔出院即摆会当行，拢伫台南啦吼。是啊，因太太会等于伫加拿大。OK。等于办。伊敢有按算要转去加拿大？哎哟，爱转去哦。哦。有伫啊。不过伊安尼中风了，嘛是爱医生讲伊会当坐飞机才会当去。对啦。伊药啊爱食，伊拢前来袂记食。哦。啊，伊讲话啥拢正常，拢恢复完全。讲话正常。
伊讲马克会当去来去的。啊，拢来去。安尼哦，足好诶呢，感谢主。感谢上帝。甲讲伊通常阮不甲讲会惊无，我知。也无要问，我嘛唔知啊，我嘛唔知啊。我都甲你问，你就不要，你就奇怪，我都正常。你甲讲咁正常，我知。我真该问看觅。你放心问啊，好诶，头发简单啊，对，我甲你问，你就问无啊，好，就无说起来啊。哦，牧师，那你家后面有做一个三润吗？哎，对，哦，对。那是最近做的吗？还是买来就有了？没有，原本它的 patio 只有架子而已。哦。那就很脏很丑，所以我们买的时候，我有甲加迄个斯雷多邦起哩。哦。但是因为伊迄个patio 伊无做车道，你知影？我斯雷多邦落去了，伊单水倒灌，啊，所以内底小可滴雨。啊，我前一阵有小可甲补了较好势啊。啊了，就阮囝因转来，我就想讲啊好啦，安尼甲用的，因为阮新弟即摆袂当上课啊。系啊。啊，拢伫厝尔啊，伊爱画图，啊，伊佫足惊忙啊。哦。所以就甲伊改做sunroom安尼啦。好，安尼哦，据我说，因兜的sunroom上好啦。嘿，因兜的，据我说，因的3润真好着。无迄对 enclose 尔，干那迄个用玻璃安尼，对啊。啊，热天敢会，若日头敢会真下，敢会袂嘛吼，嘛袂讲真热。无啦，袂使行路啊，佫伫遐。牧师。是。我即下甲伊问较清楚，伊讲啊袂使行路啦，还佫伫病院啦。好。有赖。啊，会当讲话就对啊啦。会当赖安尼啦，吼，啊佫。OK。爱复健啦，爱复健啦。爱慢慢复健对啊。你即摆讲我清楚啊，我即下牧师人拢伫遐拢足关心伊，你爱甲我讲好势，我即下卡去安尼。哦 ，OK， 安尼继续退伊祈祷。多谢。什么人伫是无？还是安怎？阮小姑因后生啦。哦，还是。哦，迄是小姑的对。讲40几岁啦，啊中风啦。中风。哦。啊，即摆已经恢复甲会讲话啊啦。拢会讲啊，拢讲来去啊啦。还是高血压是无？对，高血压爱食高血压的药啊吼。啊，伊食啊，拢去夜市啊食迄肉。伊不爱食菜啊。拢食甜的，啊，无爱食菜安尼啦。你解释嘛？好，来7点啊来，安尼我来 share 这个 PowerPoint 呢。我甲咱的声拢先关起来啦吼，啊，咱来读迄个经文安尼啦吼，好，啊，咱共款通做伙来读啦吼，来去的吼，当我讲护士，虽然专业的主，要做囡仔的时，甲萝卜无各样。就是幸福监督的、甲管家的，听候老爸所限定的祈祷。亲像安尼，咱做囡仔的时，也做萝卜，幸福即世间的小学。
若是到迄个时已经满，上帝找伊的囝对负责人来出世，出世伫律法下来赎回律法的人，互咱受设立做囝。为着恁做囝，上帝找伊的囝的神入咱的心，后叫讲阿爸爸啊。亲像安尼，你毋是有缘做奴仆，就是做囝。既然做囝，就对上帝来做护士。总是当时恁毋捌上帝，做遐的生成毋是上帝的奴仆。若是当已经捌上帝，较好着讲互上帝所捌。怎样倒转搁遐个软只空空的小学，就是恁所爱搁对这个做因的奴仆啊！恁伫守日月节年，我替恁真惊，惊了我所为着恁着外下空空。兄弟啊，我求恁着亲像我。因为我也亲像恁，恁拢袂捌去开我。恁知我头一摆传福音互恁，是因为肉体的软弱。迄粒为着我的肉体，恁有受气，犹久无看轻，也无厌战，是接纳我，亲像上帝的天使，也亲像基督耶稣一样。恁当时所欢喜的福气伫倒落，因为我干净恁，设事为做得，恁就我会乌恁的目睭互我。当我用真实甲恁讲，是诚做恁的救赎吗？因甲恁亲热，毋是好意，是爱过嫁长恁，互恁甲因亲热。独伫好事来常常互人甲恁亲热的是好，毋若我甲恁伫地的时就安尼。我的细囝啊，我为恁搁受生产的艰苦，到基督的形状行伫恁的心。我爱即粒甲恁伫地来换我的声，因为我为着恁求助。恁爱降服律法的，就甲我讲，恁减无听见律法吗？因为有记载讲，亚伯拉罕2个囝，一个是女婢生的，一个是自由的生的。若是迄个对女婢的是照肉体来生，迄个对自由是对应允来生，这个拢有譬如伫地。因为迄2个负责人是做2个约，一个是出伫西奈山所生的奴仆，就是夏甲。这个夏甲是亚伯拉罕的西奈山，佮甲现今的耶路撒冷上类，因为伊甲伊遮的囝做奴仆，独伫顶面的耶路撒冷是自由，是咱的老母。因为有记载讲，你无怀孕、无生囝的，就欢喜；无有生产的艰苦的，就出大声来叫。因为家己一大的负责人，比有丈夫的，伊的囝还较济。兄弟啊，咱亲像以撒做应允的囝，若是亲像当时照肉体来生的。昆族照神来生的，这点也是安尼。毋过圣经讲怎样，就赶出女婢甲伊的囝，因为女婢的囝决断袂通甲自由的囝同性接业。兄弟啊，安尼咱毋是女婢的囝，是自由的囝。好，来中文哈。还有继承人在未成年时。虽然所有的产业都是他的，但是他跟奴仆没有什么分别。
在他年幼的时候，有人照顾他，替他管理业务，等候他父亲为他所定的日子来到。同样，在灵性幼稚的时候，我们也受宇宙间所谓星宿之灵的支配，但是时机成熟，上帝就差遣了自己的儿子为女子所生，活在法律下，为要救赎在法律下的人，使我们获得上帝儿女的名分。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上帝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爸，我的父亲。这样，你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既然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就以你为继承人。过去你们不认识上帝，被那些不是神的神明所奴役。现在你们认识上帝，或者说已经被上帝所认识，为什么又要回去找那些无能无用的星宿之灵呢？为什么要重新去做他们的奴隶呢？你们竟死守着某些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很替你们担忧，只怕从前我在你们当中的工作全部都落空了。弟兄姊妹们，我恳求你们要认同我的立场，毕竟我曾认同过你们的立场，你们并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你们知道，因为我的身体有病，我才有初次向你们传福音的机会。虽然我的病况使你们困扰，但是你们并没有厌烦我、丢弃我，相反地，你们接待我，像接待上帝的天使，像接待基督耶稣。当时你们多么高兴，现在又怎么样呢？我可以这么说，那时候你们即使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是愿意的。现在我对你们说实话，倒成为你们的敌人了吗？那些人对你们表示热情，原是不怀好意的。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我孤立起来，好叫你们也对他们表示热情。在善事上热心原是好的，但不可只限于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才这样。我的孩子们，我再一次像母亲为你们忍受生产的痛苦，直到基督的特性在你们的生命中成型。我多么渴望现在就跟你们在一起，好让我用另一种态度来对待你们。为着你们，我心里多么困惑不安。让我向那些愿意生活在法律下的人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没有听见摩西的法律吗？法律书上记载，亚伯拉罕有2个儿子，一个是从女奴生的，另外一个是从自由的女子生的。从女奴生的是循着自然生的，从自然的女子生的却是出于上帝的应许。这可以当作一种寓意。那2个女人代表2种约，其中一个之一是夏甲，她来自西乃山，所生的是奴隶。夏甲是指阿拉伯的西乃山，象征今天的耶路撒冷。他和他的儿女生活在奴役中，但是那天上的耶路撒冷却是自由的。她是我们的母亲，因为圣经上记载，那不能怀孕、没有生产过的女子啊，你要欢乐；那没有经历过生产痛苦的女子啊，你要高声欢呼，因为被冷落的女人比那跟丈夫一起生活的会有更多的儿女。
弟兄姊妹们，正如以撒一样，你们是由于上帝的应许而成为他的儿女的。当时那循着自然生的迫害那生灵所生的，现在也是这样。但是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把女奴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女奴的儿子不可以跟自由的女子所生的儿子一同继承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并不是女奴的儿女，而是自由的女子所生。以上，咱先来祈祷。天父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互阮兄弟姊妹会当透过网络搁一摆组织。阮今仔日要来研读加拉太书第4章的经文。愿求主你的圣神的智慧，甲阮三个伫地，互阮会通明白，也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逐所在拢得到主你的看顾甲祝福。阮将下面的时间献上祈祷交托伫你的手中，祈祷靠主的名，阿门。好，伫今仔日第4章的大概的概念，伊要解说迄种咱讲因信称义，也是讲活伫迄个律法下骹的人的差别。特别伊解说，也是讲引用着罗马时代即种奴才的即种惯例来解说啦吼。伫迄个时阵，咱知影奴才是互主人当做伊的财产，是会通买卖，嘛会当互偷放互伊自由。咱之前伫咧读腓利门书的时阵，咱读着迄阿尼西姆，伊就是一个足典型的例啦吼。所以保罗伫遮用安尼的概念来咧解说迄个应允甲活伫律法下面的人有甚物款的差别吼。经文的中间讲足侪摆着自由的人啦吼。自由的人基本上毋是讲本来就自由的，是讲迄本底是做奴隶，像咱拄则有讲这个安尼西姆共款，伊去互偷放，也是讲去互人用这个恩典吼，互伊去得到自由吼。这个是保罗伫遮所要表达的吼，要表达。所以今仔日的经文内底，伊有伫遮慢慢咧解说这个部分啦吼。伊今仔日的分段大概基本上分做3段，对第1节到第7节咧讲到律法甲迄个救恩的差别伫倒位啦吼。第2个就是第8节到20节咧劝勉加拉太人吼，伊伫遮当然嘛咧讲到伊的烦恼啦吼，甲加拉太教会兄弟姊妹所拄着遮个挑战甲情形安尼。第3个就是用较特别的吼，用夏甲甲撒拉来讲到2个约啦吼。咱伫前几工的伫某信内底有小可提到即个部分啦吼。大概今仔日是分即个3段安尼尔吼。咱大概来看今仔日的啦吼。保罗伊用足清楚、足简单的方式咧，甲咱解说讲律法正做迄个监护者，也是讲咱咧讲伊是 mentor， 也是讲伊是一个 tutor 的角色，吼，咧看顾定迄个还未成熟的人啦吼。伊大概伊咧解说即个部分啦吼。所以律法是一个监护者的意思，就是讲伊甲你指导讲，你即摆行倒边，袂当行正边，因为正边有危险。你正边吼无好势，所以你得行倒边。用安尼的角度甲你讲，这个通，迄个毋通。所以咱来看10条界来看的时阵，特别是对迄个第5界以后，第5界是讲友好父母啦吼。后壁拢讲这个袂使做，迄个袂使做，迄个袂使做。基本上法律的规定大概就是安尼啦吼。所以一个是监护者，也是讲引传的角色，咧甲咱讲。咱应该安怎来做？安怎做是毋好的，安怎做是好的吼。大概即种的角色伫即个内底啦吼。伫第1节的时阵，伊有咧讲到承受产业的，就是讲迄个，比如讲好家人的囝，照讲伊将来吼，咱讲将来有可能去承受迄个产业吼。对犹太人的传统来讲是安尼，兼且咱对台湾人的迄个传统嘛是安尼啦吼。
但是伫还未会当承受即个财产产业的进程的时阵，迄个囡仔伊是无权利的吼。毋但无权利尔，迄个囡仔是搁爱安怎？搁爱去互伊的老爸的路财去管吼。所以咱会通对路加福音15章浪子的故事内底去看到，迄个老爸对大汉囝讲：你定定甲我伫地，我的一切拢是你的。这是讲承受产业啦吼。但是咱若去看到15章头前咧讲到细汉囝的时阵，细汉囝甲伊老爸讲：我的产业放落来吼，我的份给我安尼啦吼。原来意思是，伊咧讲了足强烈的吼。照讲，这个细汉囝是还未会通分产业的时阵，但是伊伫迄个所在内，咱讲诶，非分的要求吼，叫伊老爸讲，竟然甲伊老爸讲，我的，甲我藏的，安尼意思。所以伫即个中间，咱知影讲，因的文化的传统中间，即个真清楚，就是将来这个囝要承受迄个产业。但是还未会当承受产业的时阵，迄个产业是老爸的，毋是囝的，吼。所以伫第15章，路加福音15章31节，这老爸对大汉囝讲：你常常甲我三角伫地，我一切拢是你的。更较重要是讲，因为你常常甲我伫地。伫信仰上就是讲，咱爱住伫迄个天父的家，吼，咱就伫迄个所在会当承受迄个产业，吼，大家迄个角度吼。未成年啦，吼，咱拄则已经讲着吼，未成年的囡仔，对即个贵族的时代，也是讲王强贵族即个社会组织来看吼，虽然因是将来要承受产业的人，但是伊自细汉呢，伊就是爱互年母去顾啦，也是过去拢好去互即个奴仆奴才伫顾，伊的伊的地位并无真正较悬吼，而且爱听到即个奴才的即个管教吼。咱举几个例啦，比如讲出来级的60万的大军内底，无甲囡仔按算在内吼。耶稣75000人，74000人嘛无甲囡仔算伫内底吼。你也看但以理甲伊的朋友去互掠去巴比伦了后。因会当过较好的生活是为虾米？因为因有上帝聪明，有上帝智慧，特别是但以理佫会当解梦，所以迄个国王就安那足看重伊，伫王宫内底来服侍，嘛做因遮的贵族的囡仔的家庭教师。咱佫来看现代来讲，足有钱的人的囡仔，厝里嘛有可能请年母来斗娶，对无吼？可能年母会比老爸母甲囡仔的关系安那更较亲啦，吼，更较亲。用咱伫美国来讲，也是讲即摆社会制度来讲，未成年的囡仔叫做 minor， 伊伫法律顶悬，伊无投票权，而且伊要签所有的文件拢爱安那？迄个咱咧讲法定的监护人来替伊做即个代志，吼。所以，伊毋是一个自然法人啦，吼，毋是一个自然法人，所以保罗咧讲律法的角色，亲像一个监护者的角色共款。伊咧介绍咧带一个伫信仰顶悬还未成熟的囡仔，咧甲伊讲安尼会当做，安尼袂当做，吼。所以伫即个中间，保罗用即个解说来甲太即个正教会兄弟姊妹。来三角分享律法的概念是啥物货，咧帮助伊来分别迄个是非。但是，一旦伊成年的时阵，伊若得到迄个救恩，伊明白啊，伊就无阁需要一个照即个奴仆，也是讲律法的教导来去做，因为已经知影，吼，已经知影，伊会当家己为家己负责任，甲上帝有好的关系啊。所以伊讲安尼了后，人就是甲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共款，成做上帝的儿女啦，吼。咱嘛会当用安尼概念来解说幼儿的洗礼。为什么需要幼儿的洗礼？因为
咱需要父母亲像律法安尼甲咱引带，伫信仰顶悬来讲，哦，安尼毋对，安尼无合信仰哦，安尼无合圣经哦。慢慢到这囡仔会通去告白家己的信仰的时阵，伊就无搁需要父母的引带，然后伊就家己甲上帝建立什么？咱讲坚信了，伊就建立迄个爸囝的关系。箴言22章第60个经文讲，你着爱教示你的囡仔，互伊自细汉来行伫正道顶悬，伊到老也袂偏离啦吼。所以，当一个人会当确认家己的信仰了后，接受天父做伊家己的救主，伊就甲上帝有家己的关系啊！吼，这是介重要的一个观念啦。吼，那照罗马法律的规定。哦，管家需要负责迄个主人未成年的囡仔的照顾的责任到14岁，而且爱照顾伊的这个财产到25岁。咱也有捌看过迄种罗马的迄种古装片的时阵，咱会发现讲，当因迄个王族咧抬来抬去的时阵吼，迄王位的继承者的迄个监护人拢会安那，甲即个小王子安那藏起来有无？哦，等伊大汉的时阵，佫倒转来摕王位安尼吼。大概是迄种的概念啦。伊就是爱负责去照顾伊，像代替伊的父母，亲像监护人安尼共款啦吼。好，伫经文的中间出现一个预定的时候，上帝预定的时间已经到。这个时间已经到是讲，当伊会使来得到救恩的时阵，也是讲伫圣经的讲是耶稣基督来的时间啦吼。但是你若讲成年礼，用迄个照顾囡仔迄成年礼，台湾是迄个16岁吼，迄个庙宇拢会甲你办一个成年礼，还是讲即马一寡市政府拢甲你办迄个成年礼吼，有一寡少年人去安尼经历迄个过程安尼吼。犹太人是12岁，所以耶稣基督伫细汉的生活中间，最后一个记载就是12岁去圣殿的时阵，伊老爸带伊去到遐，伊就开始会晓读圣经。甲遮个经学书咧讨论吼，所以咱伫遮会当看无共款的民族，拢有即种诶礼典但是迄个年岁是无共款的吼。真侪人看到预定即两个字，就拢讲到预定论啊，预定论吼。事实上吼，遮个预定论经文是出伫迄个《使徒行传》13章啦吼。伫遮咧讲的预定的是。这个字甲预定论的迄个字吼，其实是无共字啦吼，所以咱毋好去跳去遐吼。而且足侪人对预定论产生足大的误解，比如讲，我捌听人讲是教会长老吼，我讲吼，上帝就已经预定了，所以咱拢免传福音啦吼。我讲安尼就简单安尼吼，做基督徒就足轻松的吼。其实毋是啦吼，你若注意看《使徒行传》13章吼。咱有时间，咱甲专门来讲预定论啦吼。使徒行传13章咧讲着预定是讲吼，上帝要迄个预定是讲，伊从救恩预定要互所有的人，所以圣经嘛讲，伊无爱一个人安那沉沦嘛，爱所有的人拢得救吼。所以上帝这个预定完成了，末日才会到吼。好，这是简单小可甲咱带过去啦，互咱知影。毋是讲吼，上帝预定要互你洗礼，你就洗礼啊！拢所有的人信主拢是上帝安排无毋对。但是毋是讲上帝预定这个人会当得救，倒一个人袂当得救，毋是安尼吼。咱下面会当继续来讲到这个部分。好，第4节到第7节咧讲到囝的名分啦吼。创世纪记载亚伯拉罕伊因为上帝相信上帝的应允吼，伊就安尼来伫迄个所在来得到上帝应允。迄个时阵，伊阁无律法吼。咱知影律法是对摩西时代才开始，所以其实保罗伊毋是咧批评，也是讲咧否定这个应允吼。无，其实伊是咧讲到律法真重要，伊是一个头前的工作。但是上帝的救恩是对应允来，毋是对律法来。这是保罗伊足清楚要讲的物件啦。拄则咱讲着讲迄个上帝时间若到，伫第4节时佫讲一摆，
就是咧指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讲救恩来的时阵，是时间到啊，上帝找伊的囝耶稣基督来降生。迄个时阵，什么人嘛毋知影讲耶稣基督要降生，因为犹太人敢若知影迄个上顶伫迄个智美寺的城有一个王要出世，安尼尔定。但是因毋知影到底是当时吼，所以是上帝的时教，是上帝咧主管的。过来，上帝找起囝，咱就真清楚知影耶稣基督啦吼。是福音人所生的，咧这指玛利亚吼，这指玛利亚。玛利亚所生的是人子耶稣的身份，吼，耶稣降生来成做人。咱咧讲的 incarnation 道成肉身啦，吼，道成肉身。过来伫这段经文内底，咱看着讲耶稣是生伫律法的下面。什么叫律法的下面？伊伫犹太的传统出世，伫律法的体制的下面。你注意甲看保罗头前咧解说吼，迄个伫迄个奴才咧照顾的幼囡仔，要真做会当承接产业的咧，这无有迄种分段也无间隔，是接续的。所以耶稣伫迄个律法的下面来出世，就是要救律法下面的人。来得到救恩，好那亲像耶稣伫伊定十字架死了后，伫咱的这个信仰个别内底讲死，过来咧埋葬落阴府，伊落阴府要创啥？其实若照讲圣囝耶稣，圣囝上帝是伊是上帝的这个角度的时阵，伊嘛无需要去阴间嘛，对无？伊去阴间的目的就是讲要来赢过阴间的权柄，要救咱出迄个阴间。所以伊为什么要来道成肉身？就是要来伫这个律法的下面救咱，带咱出来律法的外口，无搁再受束缚。吼，用保罗是用安尼概念咧，甲咱解说这个，然后就成做上帝的囝。主耶稣教是咱的祈祷文第一句讲啥？阮伫天里的爸嘛，吼，就是阿爸父啊，吼，阿爸爸啊。所以只要咱接受耶稣基督的圣神进入伫咱的内面，所有的人拢成做上帝的囝儿。无论咱是毋是犹太人，是外邦人，咱拢是外邦人啊。吼，对犹太的角度来讲，咱拢是外邦人。但是咱今仔日嘛，因为接受即个应允，咱无活伫即个律法的控制的下面，咱嘛称上帝称做咱的阿爸爸，吼，这是保罗伫遮足清楚咧表达的物件。然后伫第三段，保罗关心加拉太人啊，吼，第8节到20节的中间，当然伊开始就为着加拉太人来担烦恼担忧，吼，好那亲像伫第3节的开始的时阵，保罗就先提醒，也是讲责备因啦，吼。你若毋是捌道理啊，你搁安尼啦吼，有迄个意思安尼吼。所以咱讲伊讲本地加拉太教会，这是一个外邦的教会，因毋捌上帝，但是因为接受着上帝的救恩，然后成做基督徒。保罗是去传福音互因的人是第一个吼。连伊会去解说着即个部分啦吼。所以因本地毋捌上帝，因为保罗传福音互因，因已经捌上帝。这是借着福音的应允来，外邦人嘛会当得救。外邦人因为相信会通成做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咱前伫第3章内底所读到的吼。讲无用的小学到底是啥物货？小学是啥？咧讲啥？咱知影小学就是咧甲你教足基础的物件，吼，足基础的物件，但是迄毋是，佮甲救恩无关的啦，吼。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阮爸爸，阮厝里是咧做迄个美术材料，阮爸爸咧做轻做木的吼，所以阮定定有迄种囡仔工来阮兜做工课。囡仔工来吼，拢有一个目的，就是讲要来学做木的功夫啦。但是你毋知伊拄来来到阮兜吼，前半冬吼。拢毋是咧学做木的物件，拢咧学啥？
拢咧学吼，师傅甲你讲一，啊，你就爱做一啦。师傅讲你去举扫帚，你就去举扫帚啦。啊，去扫涂骹，师傅敲叉敲的吼，啊，涂骹垃圾吼，啊，你甲扫互清气啊。啊，你甲迄个家私放好好势，这咧学这物件，这叫做小学啦，吼，这叫小学。啊，当咱已经成做一个出师的时阵，你无可能阁需要去讲啊，我倒来学扫涂骹，我来学物件放伫倒啊，迄毋是师傅的工作啦吼。啊，伫遮保罗要讲的无路用的小学是咧讲着遮的一般，咱咧讲世俗的遮的财物吼，遮的知识。迄笔来书第5章12节讲，看恁遮学习的功夫，本来应该做师傅，谁知影恁有人将即个上帝话吼，啊小学来做开端吼，啊另外教是恁，啊恁阁诚做迄个爱食恁的人吼，伊用安尼来解说讲，啊事实上你会当食饭啊，你阁倒转去食恁吼。你也毋是无喙齿啊，吼！啊，你指的是啥物？信用粗浅的人所坚持伊家己啊，毋是伫信仰的真理内底所追求迄个上帝的知识。伫哥罗西书第2章第8节讲，恁爱谨慎惊到有人用因的理学甲空虚的话，无照着基督教人的即个遗传细像的小学，就甲恁掠去啊！保罗咧对加拉太人咧提醒，就是安尼，伊烦恼因安尼，所以有真侪人，特别是讲希腊的文化，因真强调一般的科学。一般的科学是啥物货？咱讲的讲，因咧看星座啦，吼，啊有假教师的教导啦，等等的，讲到这个灵体啦，都讲到天顶的天才，等等遮的，拢毋是甲得救、甲真理有关系遮的物件。伊讲恁拢伫遐咧接受即个日子啦、月份啦、节气啦、甲年份啦。保罗咧讲的无用的小学嘛，指遮物件。这另外一方面是咧讲犹太人，因根据摩西伫出来及记、利未记、申命记内中间有足侪的禁忌、律例、规定，因伫遐嘛照死守一项一项来去做安尼啦。啊，当然。这点物咱会当来讨论啦吼，节气有重要无啦？啊，但是保罗伫遮所咧强调是讲，死守节气是甲即个救恩无关系吼，伊是咧讲即个物件吼。啊，保罗即作烦恼加拉太人，因受着遮个小学的影响、世俗的影响，就离开信仰吼，就离开信仰，就是讲。咧讨论的物件拢甲救恩无关系，吼，啊，就讲着爱过肉粽节啦，吼，啊，着爱食月饼啦，吼，啊，这甲救恩无关系，啊，有这有无这拢无要紧的，啊，当然有这是上好啦，吼，嘿 ，OK， 好，啊，12节到20节，吼，伫咧讲着伊对加拉太人的劝勉，吼，伫遐咧讲，保罗伫遮咧讲着伊传福音互因的时阵的状况。咱遮有一个困难的难题啦，吼，就是讲，伫遮第一摆出现讲，保罗伫第一摆传福音的时阵，伊的身体无好。伫圣经内底吼，查袂出来，伊到底有啥无好啦，吼。啊，比如讲记载保罗第一届宣教的圣经记载伫《使徒行传》13章到15章这个中间，拢无提着讲伊身体无好的代志，吼。那照时间来看，这是伊第一摆去到伫即个加拉太地区传福音的旅程。啊，念伊牧师会互咱来看地图，咱了解一下。使徒行传13章14节讲啊，因对别家继续到因的行程，到着比西底的安提阿。咱注意看吼，比西底安提阿，毋是叙利亚的安提阿，是无共款吼。这个所在是伫迄个咱即马讲的土耳其，还是讲当初是叫小亚细亚迄个安提阿吼。我念伊互咱看地图啦吼，所以伊伫迄个所在咧教世人伫遐传福音吼。好来，咱来看这个，我来甲迄个笔刻出来吼。OK， 好，这个是叙利亚的安提阿。
即个比西底安提阿，咱有看无？无共位。所以呢，我搁倒转来拄则个经文啦，吼，小等下哦。我倒转来经文，吼，伊伫遮讲伊去到比西底安提阿，伫遐来传福音教世人。所以咱来看吼，即个所在安提阿。即个地图看起来，伊介绍毋是伫加拉太省内底吼，咱去看较近的吼。加拉太省是伫遮，当这时吼，咱拄开始伫迄个前言啊，是讲概论的时阵有讲着加拉太，伊的即个省份吼，伫罗马统治的时代变几啊摆，嘛捌包括即个吕高尼、比西迪。甲吕佛家嘛捌啦吼，我搁用另外一个地图，互咱来看吼，咱就知影吼。而且你有看无？即个加勒泰的省份的领土就较大有无？哦，比拄则较大哦。来，我搁倒转来拄则的地图，互咱看，这较细有无？哦，啊，这个已经较大吼，所以这个部分基本上拢是。伫初代教会咧讲的安提阿加勒泰的即个范围内底啦吼，加勒泰的范围内底吼，这大概互咱知影迄个地理的概念啦吼。所以伫即个所在，保罗第一届伫遐传福音，互即个加勒泰的人啦吼。伫使徒行传内底无提到。保罗到底伊的身体状况到底是安怎？但是伫希腊文即个身体无好，即个字吼，英语的翻译是 weakness， 也是 illness， 就是讲有可能会当解释做破病真严重，嘛会当解释做讲伊软弱真严重。weakness 也是 illness， 这个是无共款的了解。真有可能保罗伊受到迫害。我倒转来迄个地图，互咱看一下吼。保罗伫即几个所在传福音，拄开始拢足受欢迎。以哥念、罗斯德呢，是伊拄着伊信仰的囝提摩太的所在。伊定定伫遮传福音了吼，人就开始目空赤，然后就安那要甲伊赶出去，是毋是伊伫遮拄着真大的压迫？伊因为安尼秘伫迄个所在，也是伫遐较久的时间，通好甲因较侪时间来传福音互伊，拢足有可能啦吼。不过呢，今仔日个经文第4章后壁面有一段话。毋知是毋是迄种比喻式的，也是咧描写伊的身体艰苦哦。比如讲15节，第4章15节，保罗安讲？保罗讲吼，恁就是甲恁的目睭挖出来互我，恁拢情愿啦。咱有想到一个中文的迄个成语无？我为了我的朋友2倍安那插刀了吼，迄个意思啦吼。这是一个形容词。也是咧描写伊真正的艰苦，咱嘛毋知影，无法度介确定啦吼。不过，就是讲，保罗其实毋是咧表达伊的迄个身体偌艰苦啦吼，其实是咧表达加勒泰正教会兄弟姊妹啊，足有疼心啦。但是到尾啊，迄个疼心成做一个烂好，咱伫经文中间会当去看到。所以伊无因为保罗有状况，伊就拒绝伊，是毋是因为着伊的状况有受到挑战？那安尼时阵，咱有可能会当去甲想讲，保罗其实是受到压迫，因为足侪人要甲伊赶。但是这兄弟无甲拒绝，因为你若接来伊有可能嘛是互人当做共款共迄群的人有可能是安尼。但是因无因为安尼来拒绝保罗。是毋是愿意替保罗来破病，还是讲替保罗来抵挡掉
咱会当想着讲迄个阿伯拉罕的伫哪罗德有无？当天使去甲因斗的时阵，外口人安那要来侮辱这天使，伊讲安那，我查某囝互你啦，你莫侮辱我的人客。共款迄个意思啊，亲像安尼，伊咧表达遮的物件。但是保罗伫即个所在咧提醒加勒泰人，有人咧利用因的即毋是软弱吼，有疼心啦吼，因的好心来劝因离开真理吼。这造成加勒泰信徒来因为保罗伫遐讲真话，来无欢喜安尼吼。19节到20节，保罗伫遐讲，迄个时阵伊无伫加勒泰地区啦吼。所以伫遐讲，因的信仰已经絆倒。伊对因来讲是讲，我搁一届来生恁吼，意思是讲，为着恁的信仰重新来建立恁的信心啦，才着批信。伊当然嘛足毋茫讲，伊会当现时就已经出现伫遐。咱知影吼，通常若写批就表示伊安那，第一个伊人无伫遐，第二个伊无可能去遐，也是讲短时间内伊无法度去，所以才会托人写批去遐互因啦吼，大家知影。所以伊就安尼感觉讲伊对因真失望哦，感觉真艰苦心安尼吼。上落尾21节到31节吼，其实这是足歹解说的一段的经文吼。伫创世纪的经文咧读的时阵，就足侪人咧挑战这段的经文的记载啊啦吼。是安怎？这个上帝咧偏心啦吼，造成到现代以色列甲阿拉伯国家搁咧相战安尼啦吼，兄弟大家咧影响全世界吼。这是足歹解释的一段经文吼。不过保罗伫遮用夏甲甲撒列来做一个两个约的比喻，我是感觉伊用了足好个吼，用了足清楚个吼。好，伊讲夏甲叫做西奈山的约。西奈山是啥？西奈山的意思就是讲，这个摩西伫西奈山是得到律法，吼，西奈山的约。但是阿伯拉罕的太太撒列，因是对应允来生囝的吼，伊用安尼来做一个对比，所以撒列是譬如做迄个应允的约，夏甲做西奈山的约是律法的约吼，所以伫遮伊用安尼来做对比的时阵，会有无共款，互咱会了解吼，即个所在。伫即个所在有一段话讲无有丈夫的儿女吼，会较济，也是讲无生产的伊的儿女会较济啦吼。咱会当参考伫前一章加拉太书第3章29节讲，恁既然属伫基督的，就是阿伯拉罕的后裔，叫应允所生的后代较济过家己生啦。迄个意思是安尼啦，吼。所以我想咱安尼会通着较了解讲。后迄个无生囝的子孙比人较济，感觉足奇怪。伫遮咧讲着是迄遮着应允，遮着信心所得到的即个后代吼。即内底有一个较困难的物件，就是讲夏甲甲以实玛利的结果啦吼。因的下场到底是安怎？当然伊讲爱去互赶出去啦吼，去互赶出去，就有人伫遮挑战讲。上帝哪会是甲赶出去？以实玛利若照 DNA 的角度来看，伊嘛是阿伯拉罕的囝啊，吼。但是咱知影一项代志，就是讲，伫圣经的基础是约，吼，圣经的基础是约，夏甲是人的主意，吼，夏甲是人的主意，毋是上帝的应允，吼。所以咱用安尼角度去看的时阵，咱就较会当了解。创世纪21章的经文讲，你将这个女婢甲伊的囝赶出去，这个人生的囝袂当甲咱的囝，就是讲，咱讲律法的囝甲应允的囝是无法度做伙来承受产业的啦，吼，无法度做伙来承受产业的，吼。但是上帝对阿伯拉罕就讲，你毋免烦恼这个囝甲这个夏甲你的女婢的代志来。烦恼吼，咱注意甲看吼，上帝咧甲伊讲，伊毋是伫应允内底生的，你需要互伊出去，但是吼，你毋免烦恼伊，
为什么上帝甲讲你毋免烦恼伊？咱接续来看17节的时阵，咱看伊讲，上帝听到伊是玛利咧哭的声。上帝天才对天顶甲下甲讲：你为什么烦恼？毋免惊。上帝已经听到囡仔的哭声，起来，甲囡仔抱起来，安慰伊。我要互伊的后代成做大国。上帝有祝福伊无？其实是有哦，吼，你注意来看吼，上帝有祝福伊，伊嘛受到祝福哦，吼。但是较无彩，咱若接续去看创世纪21章19节到21节，下甲互伊的囝去带埃及的某的女子，就是讲伊离开迄个应允的路，吼，伊离开迄个应允的路，无行即嘛伫应允的内底，吼，无伫迄个咧应允的内底。所以到落尾，咱来思考的几个问题啦，吼。保罗伫遮咧强调讲，即个加拉太教会即个信徒因起初的信心，因为是做有疼心的，要安怎来维持？吼，要安怎会当有谨慎？吼。第二个问题是讲，咱伫生活中间有啥物款的代志挑战咱的信仰？啥物也是讲，啥物是咱的小学？是咱掠做是智慧的，还是文化？也是讲，咱感觉讲有足侪在目讲，这圣经讲的，这无，毋是真理吼。咱有定定即种的问题来产生吼。到底是啥物货？咱用这个 context， 靠转来伫咱的生活内底，咱来思考，有啥物一直咧挑战咱的信仰的？第三项，加拉太的疼心，咱会当学习啥物物件？当然。因对保罗的疼，甲保罗咧讲，恁的疼心去用利用，两个无共款的面向，拢会当成做咱的提醒啦吼。第四项，伊咧讲着讲，恁拢咧守这个节期啦、日子啦、过年啊，这等等的，到底节期好无啦？吼，保罗的意思到底是啥物货？现代基督徒需要过节无？吼？甲文化、甲信仰有啥物款的连结，还是讲会受伫啥物款的捆绑啊？无，我想这会当帮助咱来思考的啦吼。最后一个问题是讲，上帝敢有看过祝福伊是玛利？伊是玛利敢会当成做受祝福的选民？要安怎做？这是我互咱的问题。好，咱会当拍开声音，开始来分享。我甲恁的声拢开啊哈。好，来，我甲 PowerPoint 用掉吼，爱看到有。好来。咱袂讲今仔日个无解到了解。有无？有啥物要分享啊？是要问的无？我要只苗。有。喂，对了。我感觉讲吼，这个因信称义吼，伫咧阿伯拉罕就开始啊，因为阿伯拉罕迄当阵还未是上帝甲伊讲，你的囝爱生落来第8天甲伊行割礼，可是他在还没有甲囡仔行割礼的那个律法以前，
上帝叫伊出他的本国本家出来，他就相信上帝嘞。对。所以阿贝拉罕真的就是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是啊。我录不好。所以保罗才会时常提到讲，伊若咧论迄个因信称义的时阵，伊会时常提到阿伯拉罕啦吼。阿伯拉罕诚做选民，也像阿伯拉罕的子孙诚做选民，毋是因为行西奈山的律法，所以今仔日才会用迄个撒拉甲迄个夏甲咧讲即个物。对对对。就是讲，其实吼，律法是甲人带到上帝面头前的一条路。是啊，是啊。律法是甲人带到上帝啊，那条路啊，你完了之后，你有这个律法，你才知影是啥物是罪了，啊，无法度的时阵，啊，才会变成因信称义。所以律法不是不好啦。对啊。律法不是不好，可是是将一个人带到上帝的一条路。是正确的。因为我感觉保罗哈，因为伊是对外邦的书读，所以说他的重点很多都是因为伊个是犹太人，所以我感觉伊譬如讲伫罗马书他就一直很多的在阐述说犹太人的骄傲，不要就是讲你有割礼，还是讲你守这个祭期，守到就代表个你是上帝的选民，你都守这都看起来是遗文的这些东西，可是你实际上你的心里面，你的心肝底无亲像真正有会当去朝着律法爱安怎做去做，律法只是迄2字律法尔，系根本做袂到的。恁看迄个我传互恁的 chat， 频频拄则咧讲的律法的目的，第3章24节有写，律法就是咧指带咱来耶稣基督，就是讲引带咱去行入去到伫迄个救恩内底。所以今仔日的经文，保罗搁较进一步来讲，就是讲律法亲像一个保姆共款，一直带到咱开始要行成年。迄个信用个别，若是讲洗礼，就是一个成年礼。伊伫经文内讲迄个关系，囡仔细汉的时阵，互关去花，迄个关系的，就是代表律法的意思。对。是安尼吼。是。迄个牧师，下者吼，迄个互上帝说吼，圣经有记载讲迄个条件无？无。圣经无讲到任何条件。你若去看创世纪21章吼，你若创世纪21章，你看17节到21节这个所在，拄则我引用迄个17节到18节嘛吼，讲
上帝讲要互伊互会诚做大功啊，吼！啊，上帝就互下家的目睭光起来去看到水，所以因就会当得到活嘛。OK， 过来20节讲吼，上帝保守即个幼囡仔，伊就渐渐大汉，住伫旷野，成做一个讲见识真有能力的人啦。伊就住伫的旷野，然后因就慢慢愈来愈离开上帝的应允。你注意啊看吼，圣经伫创世纪若讲到埃及的时阵吼，伊第二章吼，第二章亚罗撒冷是伫遮来讲啊吼，埃及是伫遮。圣经咧讲吼，他往下就是咱咧讲诶，对信仰顶来讲诶沉沦啦吼，还是讲你就离开了上帝的应许，用迄个地理的概念咧讲遮物件，伊就愈离开愈远啊。你讲上帝赐福予以斯玛利吼，伫圣经就是无输咧讲21章遮，伊就讲伊想要要祝福这个子女的儿子，伊要使他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因为伊是你生。对啊，对啊。伊是阿伯拉罕的囝，嘛是因为安尼，所以神也是很怜悯的。虽然不是应许的孩子哈，是尾啊，伊家己去带外邦埃及女资料要不然的话，伊若无安尼，无得卡两个都是好的发展啊，对无？都无这个。真有可能啊吼。对啊，就迄是人家己要行骗上帝并无讲你爱去带埃及人，而是讲上帝制造这个混乱，是以斯玛利自己制造混乱了。对，是他自己的选择。OK， 咱倒转来看路加福音15章，咧讲到龙主的故事啦吼。伫结论来讲吼，啥物人是龙主？结论来讲是啥物人是龙主？大囝到尾啊无进入伫上伊的老爸宴席。对。伊的迄个龙主，迄个细汉囝，尾也是有得救，进入伫老爸宴席。生气。大囝受气离开。唔肯入去。所以其实上帝拢互咱机会啦，就是咱是毋是要来接纳，要相信无？若要照论吼，咱遮拢毋是应允生的囝啊，对毋是安尼？对啊。咱拢毋是嘛吼，但是咱相信咧应允啊，所以咱得救啊。好。来一点。网络不好。嘛，相款的例啦，比如讲，即个啥，国甲伊的哥哥以撒的2个囝，国甲雅各。为什么咱会足侪人咧甲我问啦吼？挑战讲，上帝吼是足奇怪啊，互一个爱欺骗的人得到福气啊。但是咱拢无去注意到讲，迄个本来爱得到福气的人吼，伊家己安怎？看轻，当咱看轻的时阵，咱就失去迄个机会。我想这圣经足清楚咧，甲咱提醒面的部分啦。红豆汤，干嘛要红豆汤尔啊？伊看重的是肉体有无？无看重迄个属灵的部分。最大要做就食红豆汤啦，因为你无爱。我来做的。
搁有无？这一个题外话啦吼，有足侪人讲，摩门教的人吼，就爱娶几若个某啦，啊，伊拢用圣经内底咧讲的，讲你看遐大人物拢娶几若个某安尼啦。啊，我讲吼，你甲注意甲看吼，伫圣经内底娶超过2个某的，拢无好结局。吼，迄下场拢足凄惨的。你讲的，某是当大个某，啊讲个人过生日，啊尾也佫大。哦，迄都无共款啦，迄无共款。我，迄叫做续弦，啊，我咧讲是重温。你知影讲迄个疼心吼，讲加拿大人会疼心吼，啊你迄问题无讲迄个要学习着啥？啊你敢是有讲着讲疼心加拿大人的疼心，互人利用着？对对。所以是对一种的疼心，还是讲？就是讲，基本上保罗伫这咧表达的是讲，伊用伊家己的状况来形容讲加拿大人是足有疼心的，甚至愿意替伊破病啦吼。用安尼讲啊，简单来讲，是因为足有疼心，所以遐个假教师就利用因的疼心，咧甲保罗迄阵啊无伫加拿大嘛，所以咧甲保罗摆脱，然后要互因来用迄个疼心来疼因啊，对因行啦。哦。所以意思讲因心真软啦。啊，心真软，咱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吼，叫做耳康啥物话？轻。耳康轻啦。所以伊就变做讲，人讲安怎，就对人行去啊，安尼啦。哦，比如我甲你保一个讲，哦，你信用足好诶哦，但是我甲你讲吼，你着安尼做，哦，伊就对人去啊。所以保罗写这第4章，基本上是咧甲因提醒，因有即种诶软弱伫咧啦。其实你来看讲，加拿大人的疼心真正是足无简单啊！保罗咧讲，恁宁可家己的目睭乌起来，吼，啊，代替我的破病安尼共款的迄个意思，迄是我感觉是足无简单啦。啊，这是咱爱学习的物件。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嘛袂当心伤软啦。哦，一寡物件有爱清楚，甲救恩有关的，该爱坚持的嘛是爱坚持。我捌一个足有疼心的会友啦吼，
伊就是真正是做听小可心真软啦吼。所以人若伫个身躯边吼，啥物妈妈，啥物妈妈，哦，你信用足好，啥物吼，伊嘛足甘奉献的吼，经济嘛袂歹吼，伊若甲你说两句吼，马上钱就摕出来安尼。伊无咧管你讲你做了好啊无好诶。这个我觉得就是对咱讲提醒。咱家当看27节，因有记载讲嘛吼，圣经有记载讲，你无怀孕的、无生囝的，着欢喜；无生产的、苦的，着出大声来叫，因为家己大的妇人人比有丈夫的伊的囝犹搁侪。有较侪，较侪。圣经节应该是考虑伫迄个以赛亚书54章第1节。对，对对，嘿。你以赛亚书54章第1节，所以伊即个讲通过先知讲即个预言。伊是安那摕即段来放伫遮。迄个咱54章第1节，伊咧讲诶。意思是安怎？即个意思是安怎咧？会当效，会当变做放伫这27节即个遮。基本上有当时伊咧引用的时阵，伊的 context 会去转变吼。但是伫以赛亚书54章，伊伫先知以赛亚伫遮预言的中间，咱知影伫即个以赛亚的背景，因是受掠的百姓嘛吼。因伫即个所在，因基本上是去互赶出去的吼。伫即个所在的妇人人。伊咧讲的是讲，因伫遮会受苦，因伫遐袂当生产，嘛袂当倒转来因的即个耶路撒冷，上帝互因的圣城的内面啦。伫遮伊本来保罗伫遮咧引用，就是讲，像撒来伊是一个99岁才生囡仔的人，对人看起来是已经绝望啊。亲像以赛亚书遐的以色列人共款，因已经是绝望啊，因为因受掠出去啊。因对来讲袂当生产，好哪亲像一个绝望的，但是伫绝望的中间是有上帝应允，互伊却会当亲像海边的沙、天顶的星遐尼济后代。伊咧强调是即个物件，伊是用迄个 context 咧来做一个转化，以赛亚书的背景是，遮以色列人拢已经绝望啊，受掠去伫国外遐。但是以赛亚书的背景哦，我相信他写迄阵啊，以色列也未亡的嘛。以赛亚你讲，伊怎个有？伊怎是伊怎你讲一寡预言，敢是你讲
阿叔的代志，阿叔国来了，要袂去互巴比伦牵伊啊！迄阵啊，敢是？迄阵啊，盖头伊咧有闲的时阵是阿叔来，伊讲无入去嘛？迄啥？迄是。因迄边先巴比伦先领去啊，尾啊阿叔才来甲巴比伦讲。巴比伦先，阿叔是伫后壁，嘿，所以基本上伊的预言是讲，因将来会搁倒转去伫迄个耶路撒冷圣城内底。你若准看迄个以赛亚书第52章的时阵，伊遐就可能较清楚小看。52章第3节吼，以赛亚书伊讲，恁受要做奴隶，并无符合恁的代价。这个时阵，恁做个自由，恁嘛因嘛无付钱啦吼所以基本上因是咧已经伫迄个受掠的状况的内底，因咧期待一个将来的愿望。所以以赛亚书才有迄种弥赛亚的愿望，就是因为因伫迄个受苦无愿望的这个中间啦。你咧敢是以赛亚书敢是你有讲以色列民族会互人袂互人掠，会互人灭亡嘛？互人掠去了上着，因为因会当互因有，会当变成做大国，成做佫有佫较济人啊！以赛亚书有分。敢是甲头你讲是伊就对南国开始，伊敢是南国的人嘛？敢是？嘿，以赛亚书分三个时期啦，无共款的时期咧，讲着无共款的经历啦吼。当然，到亚述的时阵是以色列全部拢强灭掉啦。第1章到39章是咧讲着犹大国的亡国啦。40章到55章大概是咧讲着主前第6世纪，因受掠的伫巴比伦要倒转来，遮的迄个愿望的遮的代志。56章到66章吼，又阁是第3个无共款的时期，咧讲着无共款的迄个愿望，所以基本上就是讲已经真清楚是犹大国已经灭无啊。亚述来了后，才全部拢灭了啦。所以有一部分的人已经无伫因的国内啊。OK， 答对啊！你要讲第2个，我有第2个问题，头仔讲，这样回应好看哦，奇怪。OK， 头仔有讲着讲迄个龙主的兄哥，是龙主嘛？对。但是咱人照即个路加第几章15章。路加15。
15来看，咱我是咧讲，常常咧，逐个有人常常为怎牧师也是有人有咧问讲，到底因兄哥到底有入去无？有个人咧问讲，到底伊是到底有入去无？互咱咧想嘛。啊，当然，咱弄做者会当解说啦，会当大家有大家观点去啊。啊，但是我咧想到可能因兄哥无入去嘛？你敢知影这龙珠咧讲啥物啦？你讲到龙珠的大囝咧讲啥物啦？你龙珠，你即摆咧讲龙珠，即摆咱只讲变咧讲龙，等头咧讲龙珠变咧讲大囝嘛？敢毋是？对，我讲龙珠甲大囝有伊做 specific 的一个譬喻的对象。哦 ，OK， 龙珠就是遐一寡可能是抽象的、犯罪、犯奸淫的人，甚至咱用即摆去 apply 讲是讲外邦人啊，毋捌上帝，拢是龙珠。大囝是咧指犹太人，大囝有入去演啥无？犹太到即摆还未信主，只有5万人基督徒尔，所以还未入去的。所以这是足清楚的。所以咱即摆咧讲，即个经文是咧讲，会当讲大囝会当讲是指犹太人。对。有机会咱会当来看迄个《路加福音》15章的譬如，这3个譬如拢足趣味的啦吼。其实这譬如拢讲咧讲共款的意思，但是用无共款的角度咧讲。因为我是种咧看迄个15章时，老爸有甲伊讲，你拢是到尾啊31章咧讲，囝你拢 Thank you always with me， 你定拢和我做伙啊。我的 all I have， 我的就是你的啊。对。咱来看15章的头前好。15章的前提，耶稣是安怎讲这3个譬喻？第1节到第2节安尼讲，有一摆一寡扣税甲歹人拢来听耶稣讲道。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就伫遐埋怨讲，这个人竟然甲歹人做伙，甲因做伙食饭。然后耶稣开始讲这3个譬喻，所以迄个走无去迄只羊啊，甲碰见迄个钱。甲即个细汉囝，就是遐个扣税甲遐个歹人。大囝是啥物人？法利赛人甲遐经学士，这已经足清楚啦。这个前提，咱的前提若无掠条的是，咱后壁这个物件咱就看袂清楚。耶稣要讲的譬喻，是安怎上落尾耶稣迄个譬喻会讲 ，You always with me， 因为因是选民嘛。因对亚伯拉罕了后，因就拢甲上帝做伙啊。但是因掠做，因无甲上帝做伙。你看大囝安怎甲因老爸回应？你看你这个囝，伊无讲迄阮小弟哦。你看你这个囝，迄是甲我无关系啊。所以伫形式上，咱若搁 apply 到今仔日的经文。保罗所咧讲诶，恁去接受这节期日子等等诶，伫形式上，因好若亲像咧过上帝交代因诶节期，但是因诶心内咧
你看这大囝，伊个心无甲伊个老爸做伙，无 connection 啊。伊感觉老爸，以前甲你开始，你啊，哦，拢来迄我甲你做规矩，拢那你毋捌叫我朋友来。原来，白小被骗，因老爸是讲，这是死去搁得来，啊，就捡着倒转来，咱咪无应该庆祝，安尼。哦，你圣经拢背起来哦。啊？你圣经拢背起来哦。无啦，伊就讲，本来是讲这细囝是死去搁捡倒转来啊。对。咱无应该庆祝。啊！因老爸讲，因咧大囝我做规矩，替你做工课，你毋捌叫我一个朋友来接。哦，你对待你细囝特别好安尼啊。Welcome back, Janice。头拄仔手机还无电哦。哦，我想讲你哪无去？呀，冲回来一点点的，赶快再上来。哦。叫有无？好，那无咱先来祈祷啊，祈祷说我甲迄个 live 关掉，咱来开讲啦吼。特别感谢你的恩典，透过保罗和加勒泰的培训，阮会通搁一摆来看见主你的应允，你福音的救恩，阮虽然毋是犹太人，但是阮借着相信来得到主你的救恩，也会通成做你的儿女，这是偌尔大的福气。阮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所赏赐阮遮尔大的救恩甲恩典。阮为着今仔日阮的讨论甲分享来献上感谢，也求主你保守阮，伫这个疫情的中间，互阮得到主你的看顾。伫这天气的变化遮尔大的时，你来看顾阮每一个人，互阮会通身体健康，伫心灵顶悬，无有主你所想的甲平安。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